我哋要求中電公開大核20幾年嚟工人健康記錄，我哋要求中電公開生態破壞記錄，減碳為名，賣核為實，中電自己檢討大亞灣，利益衝突冇人信。我哋今日主要嚟呢度咧係抗議中電係逼香港人用核電嘅，係啦，因為咧我哋知道核電其實係非常之危險啦，即使佢唔發生重大嘅核災，但係日常排放嘅輻射咧都會令附近嘅居民受到好大傷害，同埋佢亦都會令到喺核電廠工作嘅好底層嘅工人咧都受到好多傷害。我哋認為應該馬上要停止輸入所有嘅核電，香港人應該係用道德嘅一啲能源，而唔係用呢啲咁骯髒嘅核電。咁點解會選喺呢度呢？其實因為都係上年大概呢一個時候啦。咁施偉老師其實就喺中電嗰度樓下啦，咁就堅持咗差唔多1個月，咁就係每日都喺度派發一啲傳單，喺度做一個抗議嘅。咁當時其實天氣都非常之寒冷啦，咁其實佢自己其實都一直係有癌症喺身，咁但係佢亦都咁仍然咁堅持去做呢個行動，所以我哋都選擇翻喺呢一個地點嚟去，同一個紀念，但係同時亦都係表示我哋對反核嘅一個決心咁樣。其實核電係最傷害、最攞命、最污糟、最骯髒嘅。各位朋友，我哋咧有一啲嘅義工朋友喺度派發緊一啲嘅單張嚇，我哋要抗議中電，抗議中電乜嘢咧？因為佢而家係不停咁樣輸入核電。點解一定要核電呢？我哋其實可以選擇再生能源，但係就俾人哋講一句話貴。其實如果計埋核電其他嘅成本，可能再生能源其實係好平嘅一樣嘢。至於我自己，我覺得其實了解過之後，真係覺得成個譬如講緊核入面其實邊一啲人去做，去喺核電廠度工作嗰啲工人咧，其實一直我都冇諗過呢樣嘢。但係咧，當其實佢哋叫我諗嘅時候，原來真係有班人喺入面工作。咁嗰班人其實每日面對咁大量嘅輻射，係點樣生活、點樣工作嘅咧？之前亦都好多紀錄片講，其實好多係一啲喺街上面揾翻嚟嘅一啲嗰啲叫咩 flexible workers， 即係臨時工。咁所以咧，我哋好難 trace 到其實嗰班人其實有啲乜嘢身體上面有咩影響。如今歐美唔起，日本睇嚟都唔會再起核電廠啦。但係佢哋仍然係會想將呢個技術係賣俾第三世界做大生意。中國做咩為咗幾個% 嘅電力，要用呢啲過晒氣、過晒期嘅科技呢？你話為咗咩呢？我就話好易了解嘅啫，一啲人嘅大生意咯。但係咁係攞人哋命嚟到賺錢喎。李鵬家族、嘉道理家族就係做啲咁嘅生意嚟賺錢。中電，你起幾多間嘅呢個嘉道理農場？你俾幾多錢、幾多蚊去做嘉道理基金，都只係做公關咋，都救贖唔到你嘅靈魂㗎。即係實際上用核子發電，實際上係一啲都唔環保，一啲都唔減碳。嗱，呢一啲咁樣嘅特點呢，其實係喺成個社會裏邊，唔好話成個社會，甚至喺全世界嘅層面，都係被蒙蔽。即係你可以想像下，一個全世界都被蒙蔽嘅陰謀，一定係一個極度好大嘅陰謀，係咪啊？咁呢個陰謀係咩呢？就話核電其實係喺度煉緊核子彈嘅原材料，佢只不過係借大家嘅荷包去煉核子彈嘅原材料嘅一個大騙局。日本有咧，日本嘅資本主義嘅矛盾咧，所以佢哋大企業咧，佢哋追求經濟利益咧。如果咁樣咧，佢哋嘅經濟方面咧，大啲公司咧，三菱啊、日立咧、三菱啊、日立咧，佢哋如果佢哋追求經濟利益咧，佢哋推動核電啊。
1萬嘅健康咧，呢個我哋冇所謂啦佢哋而家小朋友福島嘅小朋友嘅咧情況而家點樣咧？係11月咧政府福島嘅咧健康調查結果咧58個人咧佢哋或者確定或者懷疑咧急重性嘅感染咧，超過20個人嘅小朋友18歲以下嘅咧小朋友咧確定咧已經確定咗咧佢哋喺感染嘅cancer 嘅，所以咧如果我哋咧尊重咧小朋友嘅未來咧，希望個個咧運動大家一齊咧推動個個嘅廢核運動多謝大家。喺文思維行過嘅路上，人數唔多，但係力量好大。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繼續喺呢個充滿毀滅性嘅謊言嘅世界裏面講出真話。核電放熱水，增加水排碳；核水增加水排碳，促進全球暖化，促進全球暖化。我哋數3聲咧，大家咧將呢啲核電咧練到核電歸零嘅，練到渣都冇啊！知唔知？準備好未？1、2、3，開始練！核電歸零，我哋咧全部唔要核電。唔要現用嘅23%核電。天文台推銷核電，不務正業。天文台扮專家，核電安全是大話。中電搞核電，廣東香港人命戰。減碳為名，賣核為實。陽江地震區，投資核電廠，中電冇陰功。亞灣領澳搞核電，不理人民死活，要求立即關閉。